弟兄姐妹平安。1月13号，我们今天读到约伯记19章1到29节。25节这样说：但是我知道我的维护者活着，他最后要来为我伸冤。在这一段时间，约伯遇到的患难，遇到的苦难，他的朋友没有办法安慰他，甚至于10次来羞辱他。从昨天的经文18章，甚至看到他的朋友用话语让他的心非常来受伤。我们知道，有的时候我们所说的一句话，真的是让人没有办法忘记。而这个话若是伤害的，真的是使人的心跌到谷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办法让我们原谅释怀的话语，而是来自于我们的家人跟朋友呢？好不好？我们把它交托在神的面前，因为有很多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不小心伤了别人，只是我们不知道。愿我们的救赎者，他也来饶恕我们，我们也因着主饶恕我们，我们愿意放下来。今天约伯虽然经过这么多的苦难，甚至于他知道是神来攻击他，甚至他也知道神来隔绝他，甚至他还求朋友来可怜他。但是约伯好像突然有一股力量，那振奋人心的力量，说：我知道我的救赎者，我的维护者活着，他最后要为我来伸冤。多么令人有盼望的一句话。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三个知道，也就是我们要知道有神，我们要认识神爱我们，我们要认识这一位神，他知道我们的过去、现在，甚至知道我们的未来，为的是要来赐福，为了是要来帮助我们的生命。我的救赎主活着，他最后要为我伸冤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他最后要成为我的帮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时，我们就记住这句话好吗？这句话是使自己受到振奋的，是使我们可以在那谷底中看到一丝希望跟盼望的。这句话我们记在心上，我们也从这句话来更认识爱我们的这一位天父。我们明天见。